新闻开始来关心，受西南气流的影响，南部是继续在落大水雨。马祖省真侪所在拢淹水。气象署是预估今仔日日时落雨的范围会对平地刷到山区，所以伫今仔日宣布停班停课的所在，包括高雄山区5个行政区、屏东有8个原住民乡、嘉义关山区有5个乡，也各有台南南华的瑞丰国小。另外，昨昏行政院长杜英泰冒去婚林勘灾，民进党的立委刘建国和婚林馆长张丽仙，因就针对治水的进度和责任互相呛声、互相质疑。有几项是会当赶紧量早解决。我感觉是毋是咱中央甲地方政府是爱坐落好讲啦，有诶会当省的就赶紧处理啊。行政院长杜英泰到婚林勘灾听治水计划，民进党立委刘建国当场质疑婚林县政府治水进度太过慢，不过也引起共款在场的馆长张丽仙的不满，现场会有比较高。刘建国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治理？这不检讨，对不对？张丽仙强调，相关规划设计拢已经做好，重点是中央经费无来。杜英泰伫上访中是真解救，继续请水利署长林元平简报。不过即摆落雨，伫南部地区造成严重灾情，台南后壁区真侪社区严重淹水，甚至水深上悬80公分，居民趁水退，赶紧清理家园。比去年的高哦，对，但是降雨量其实看起来差不多，但是它退不下，觉得它水一直退不下去，然后很快就淹上来了。西南气流影响上明显的雨区范围达到山甲山区，所以拜三宣布停班课的县市有高雄市6区、嘉山、埔林、桃园、南马城5个行政区、屏东县布袋、三地门、马家、来基、太保、春枝、西亚、牡丹顶8乡，还有台南南华区的瑞丰国小。因为受西南气流影响，嘉义县山区的梅山乡、烈茶乡、汉路乡、大埔乡、甲阿里山乡，未来24点钟雨量有5相关有250毫米，县府也已经宣布停班停课。一开始还是以平地的降雨为主，那到了在清晨的这段期间呢，降雨是逐渐的由平地慢慢的往山区移动哦，而且整个降雨的范围呢，也是扩展到了比较偏向是苗栗这一个区块哦。那到了明天的上午，甚至到下午，明天整个白天呢，降雨的雨区会慢慢的集中在山区。经过丹下市摧残的嘉义甲台南地区，也无休困恢复成过久，搁拄到激烈大水雨，杜英泰勘灾了后，也宣布点头市场打翻业者受灾，若是合法登记有细节，应补贴1万买营业用的设备。淹水超过50公分的徛街有大事实，为何相关应领地方政府发的2万救助金？记者综合报道。